高分啊是闹热的景点，啊高分啊这个地名是由来是啥物呢 ？A. 伊带有高分的徛家 ；B. 伊有高分的樟脑座 ；C. 伊有高的山头。是，你有40秒的时间。樟脑灶啦，樟脑灶。高分高的山樟脑头，啊，搁有高分的山头啦，有高的山头，高的山头。高分樟脑车，高的山头，高分高分你应该拢听过啊。高号的徛家，啊，高号徛家哦，是迄个 A 嘛，迄个哎呀，高号的有徛家，高号的徛家嘛，嘛是真偏偏着啦，嘿，伊介偏僻嘛，但是较早也做偏较早僻伊迄个所在，起码嘛是搁介偏僻咧，迄个时阵嘛是真高号的徛偏家，嘿，确定吼，确定班高的我紧我改变，带高分，高分。我紧啊无嘛互因着嘛，带高分的徛家。 A 啦 A 啊，我考一个吗？A 啊，我考一个，啊对，这伊讲 A 呢。 A 哦，啊，你敢有啥物想法？啊，一班尔，不要紧啊，一班尔哪有万倍啊？人生啊，好，你答案是 A。好，咱来看者，带高分的徛家对唔对？伊讲 C 来讲 A 啦。是啊，我做互你啊啦。一班的安尼演是要演到当时咧，对不？来，嘿，来，一班的哦，一班的哦。公英啊，安尼卡拄啊，韩啊，韩啊卡拄有讲，唔是 A 还是唔是 A 就是 C， 还是咱得拣韩啊的 C。哦，你有意见无？试看麦，我试看麦，就 C 嘛，分你的福气啦，好无？哦，试看麦，我的答案就是 C 有高的山头。好，咱来看者，有高的山头对唔对？两个七八五啊呢，这免牛人啊，我牛牛袂过，你看，较低调，低调。好，不要紧，这题大家哦，拢可能是拢嘿想袂到的吼。来，咱听老师来讲。来，老师。来高雄啊，其实真有名吼，真侪日本人真爱来食吼，伊是咱新北市真老这个景点，嘛是一个真水的山城。啊，含咱两边的来宾拢同款吼，所想的咱以前拢计讲，哦，迄个所在以前带高号徛家，对啊，啊，迄个因为伊迄个高雄啊是山区嘛，啊交通无介利便，啊以前啊啦，以前拢迄个因若去市内采买的时阵，拢叫迄生理人间迄物件间分做高分，啊送来食，啊咱就计讲哦，遮迄个高分的地名是安尼来的吼，啊迄个后来吼，后来咱的中央研究院吼有一个专门咧研究咱台湾史的这个洪家英先生，啊甲含一个文书工作者叫做周明忠先生，因两个合作做伙研究，因发现讲高分啊伫咱乌这个土炭甲乌金啊进前吼，因拢来啦测迄个姜仔茶，啊来起迄个大灶来激姜热，激姜热吼，啊迄阵有90个姜热灶，吼啊10个灶是1分，啊所以。总共是9分，所以甲叫做高分啦。所以咱伊的高分啊，这地名由来是因为有高分姜热灶安尼来的。